test，试试看。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抬杠节第二主日，咱请荣珍长老来点蜡烛，请咱大家嘛备办心，准备要来做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感谢主，咱这时呢，咱来念今仔日要念的圣诗，请咱来念圣诗42首，圣诗42首，请来耶稣，阮所仰望。这首好听，总是无介好唱，咱第一节重复来唱2遍哈。好，来请老师。耶稣，阮所仰望，求主领领自由，在阮脱离一切压迫，我命对你保守，来投保守咱的同胞，求因主安平安，你会听予阮的确信。为明辨你心无地，咱大家开嘴哦，第一个来，请来过来，大神来，请来耶稣，阮所仰望，求主你得着自由，在阮脱离一切压迫，我命对你的保守，来投保守咱的同胞，求因主安平安，伊会听予阮的确信，为明辨你心无地。请来耶稣，你做奴仆，予世界新创造，予万国拢地是我命。我归心尽头，叫你推革命的将来，你成功的军马前，夺去一切人类悲伤，夜夜中你们的心。这首较特别，就是迄个所在有降记哈。所以，像拄只安尼，拄只安尼吟得着。咱来换第二首哈。第二首是新圣诗的510首，510 510首，贫困做工无嫌劳苦。咱第一节甲第二节各唱一次哈，来，老师请。专心地以家父公好。诗歌甲咱讲，咱专心致意，贫困来做上帝的工。
感谢主，感谢主，今仔日是抬杠节第2主日，咱就爱用欢喜的心、喜乐的心来迎接圣诞节，迎接主的降临。咱这时请咱大家起立来敬拜赞美，阿乐咱的主，咱的上帝。来，咱请老师，来开播来阿乐咱的主。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的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提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全能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灵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的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大家起来，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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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耶稣。我们敬拜你，继续泡泡。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晨星，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晨星。我们等候你，再
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我们敬拜主，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晨星，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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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最大的掌声来归给我们的主耶稣。阿门，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成为我们永生的盼望。主他会将我们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阿门。也从我们来得到支持咱，和咱的主的面前有欢喜，有喜乐。啊，伫主的正手嘛有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福乐。感谢我的主，主伊听咱，真正听咱，因为圣经有记载。好，咱来学到咱的主。所眺望我在你，因为记在的圣经，谁喊你那水能将，耶稣的听小苗苗，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不记在的圣经。耶稣听我，耶稣听我的有时，有将的门开到你，我的罪过已洗净，可以洗行你来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不记在你圣经。耶稣听我，我在你，因为记在你圣经，谁喊你那谁
阮的救主耶稣，你是阮的救世主，你是和平的人君，你就是世界的光。哦，主，你也是堪得阮敬拜甲尊崇的主。主，我们欢喜伫你面前，齐声吟诗来敬拜阿拉主你。我要欢喜来迎接圣诞节，我要来欢喜来报扬这大好的消息，来宣扬主你就是真光。主啊，阮真欢喜伫太感谢的做日来伫遮来敬拜阿拉主你。不管阮罗州教会环境如何，处境如何，阮拢要欢喜来学了主你，来敬拜你，来尊戴你。恳求主你甲阮同在，互阮会当心侍奉，当心敬拜，归荣耀互主，归荣耀互爸上帝。感谢阿拉主，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就将荣耀、尊贵拢归予咱的主。感谢主，请坐。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请起立来献开新圣诗42首，请来耶稣万所望望，咱今专守。保守，来托帮受咱的同胞，求因主暗地言，你会听，予阮的脚心，会明白人生目的。请来耶稣，你做路步，予世界的心创造。各人的生活命，真正乌归顺真道，求你开光明的将来，你身高比君目前，除去一切人类悲伤，行兄中望的心，请坐。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
互咱有备坚定的信心来迎接主的降生。咱即时仰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很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赎，互阮脱离黑暗，互人有光芒。求上帝，互阮带着信心来仰望你，特别是伫你伫阮，特别是伫阮软正的时，求你全然互伊瓦靠，互阮瓦靠。亲爱的主，阮一生的愿望在伫你，除了你，阮无别个拯救。求你帮助阮，互阮伫人生的道路学习倚靠你，仰望你。伫人生黑暗的路程中，只有你是真光。求你引带我行正路。伫大降节的日子，互阮有备，互阮的心听候耶稣，也互阮用谦卑学习求主加添阮的信心，互阮会当看见家己的软正甲不足，因为阮袂当常常拢带着满满的信心。愿阮伫欠缺信心的时，愿意谦卑来到耶稣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怜悯阮，帮助阮。求主，互每一间教会拢会当真做合一，彼此谦卑服侍，互阮每一间教会所行出的听，是会当体贴别人的听，也看见家己的不足，因为阮知无一间教会是完全的。伫无完美的中间，阮就是愿意服侍甲成全的众信徒。愿上帝祝福长老教会全体，对总会、中会到逐间的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谦卑学习，求主互阮伫每一件代志内底操练阮的信心的功课。互阮知信心就是眼光注集伫上帝的身上，并毋是世上的一切。互阮带着信心行出耶稣的大使命甲大诫命。愿上帝祝福阮的教会。伫聘牧的过程，恳求你差派你的牧者，带着信心引带阮行上帝的路，互阮的教会成做有听的肢体，是有生命、有信灵同在教会。嘛为了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按照每一个人的个别需要来安慰、怜悯甲祝福。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信阮平安。阿门。这时，咱要来做伙来启应，请掀开成信书后壁面1113页，启应文62，腓立比第2。现着我来启，现在大家来应。既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结力，既然恁甲信心有交谊，恁着有啥款的心志，和蔼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
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罪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接着是圣歌队献诗。今仔日所要献的是，请听天使欢喜的声。这是请兄弟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念上帝10条诫。第一诫，我以外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邀请偶像；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日安息日守伊做神；第五诫，
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毋通惊奸淫。第8届，毋通偷窃。第9届，毋通做假奸情，陷害你的厝边。第10届，毋通贪利。请坐。大家要来重读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传道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传道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现着我来读，请这大家来听。传道书第4章第9节，两人总比一人较好。因为因三角着磨得到好的效果。若是跋倒，即人通扶伊的同伴起来；若是单身来跋倒，无别人扶伊起来，即人就在下。另外一位记载是《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2节。路加福音10章第1节，这个代志了后，主阁设立70人，一对一对找因做头去，伊所要到逐个城、逐个所在，对因讲：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必工去甲伊修行。以上。求主将你的话一点伫我心。刷者是陈医师牧师要来为咱讨白上帝的话语。今仔日陈牧师所要讲的讲道叫做团队服侍。团队服侍，我将时间交予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咱会当来迎接主的降生。抬杠节第2主日，咱拄则看到咱的黄长老点到2支蜡条，这2支蜡条就是咧显明主是真光，伊要带来，互咱有大的疼痛甲愿望，所以咱愿意用等待的心、欢喜的心来迎接主的降生，伫还未讲到进前，我也要用一个乐器，一个萨克斯风，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听。我今仔日要找这首是咱的圣诗内面第27首，就是咱常常真爱唱的《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 等下我的演奏是咱嘛当做一吟拢总3节好。
凡你找阳光，拢归伫天顶的上帝。我拄仔听到咱大家咧吟，对心底吟出拄仔一兄弟安尼徛起来将阳光颂赞，拢归伫咱天顶的上帝。上帝伟大无？有潁捌有一个外国宣教师来到咱台湾，因为伊拢伫伊先学咱讲的国语啦所以来到台湾话国语大家拢听无，怎啊？要来宣教嘛，要来报道要请一个会当翻译的、通译的，哇，找拢无啦，到尾一个人自告奋勇毋过伊较有迄种江湖气口呢我无你，伊就讲我来替你翻译好啦，就去庙埕安尼这个宣教师就开始要报道用国语讲迄个先生就为伊翻译讲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大尾，我们是微小的。咱是细尾，他是看不见的，看不见一起切没？他是摸不着的，伊话你袂摸你，他所以工作时都别翻了讲到尾讲我们一起来祈祷，有人这位来磕骨头。迄个翻译来讲这个磕骨头，讲足久安尼啦讲了阿免啦安尼好，咱笑较袂拄久啦后来今仔日咱要通过咱的解决书，咱的周会长拄则我去外口入来的时阵看到一对。安尼金童玉女，后壁安尼人个高强大汉穿西米露，边仔一个安尼窈窕淑女，我想这敢若是要行迄个星光大道安尼今仔是金钟奖叫一看像咱的设计师啦，你真正看到伊穿西米露也是我第一摆看到，普通时拢穿安尼。便装啦我就今仔来做引导安尼我来今仔思会啦所以今仔有甲咱谈两段圣经，就是传道书甲路加福音。早上呢团契年终自产的时，我问讲就是安尼圣经有问题，讲伤短啦，牧师我读无够开安尼因为我惊讲欠咱伤侪时间，我有选这两节的圣经。要甲咱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团队服侍。团队英文名叫做什么 ？Team， 像 teamwork。咱最近对，我就是要讲到这咱上热门的新闻啦咱差不多全民运动啦。你敢有看无？11月当时。24号有无？大家想讲，哪有可能会赢？日本国际比赛这几十年来，差不多20几年来，27场拢赢，毋捌输过。包括预赛咱慢慢赢过输2场对不对？所以咧，大家拢无抱着真大希望啦，但是无拍算呢。迄场比赛竟然2支好人全垒打，什么人讲的？家政妇，林家正，个什么人？陈杰宪4-0，一个讲1分，一个讲3分。咱的投手虽然讲无真出名啦，不过迄个林玉明嘛是对美国倒转来21岁最近做老爸伊收4局
了，这救援投手啊呐，打了真好，拢无互因失分，无互因得到分数，咱拢无失分，所以4-0啊。日本队一定嘛想讲，我哪会输？台湾竟然得到冠军啊！所以伫迄个比赛刷了后有颁奖，有无？后记者就来问这个总教练，什么名？曾豪居，龙猫嘿，本来是叫熊猫啦，即摆拢甲伊道歉安尼讲恁谁会当得到冠军啦？是啥物人安尼上大的功劳安尼啦？结果伊哪回答？伊讲无，阮无啥物人较高，阮是通力合作、团结所得到的结果。所以你看，迄个陈杰宪拍传奇大时比啥？有效无？有写伫心内阮Team台湾，阮是台湾队的啦，Team台湾。所以无啥物人是英雄啦。你知影无？因即摆28名的选手，就占有13名原住民啦。就人讲迄就拢遐原住民较好拍啦，嘛毋是。这无分啦，你也看这背后真侪的功劳者，毋是干那都有影咧。伫迄个球场，咱看到就是9个选手咧拍，对吧？毋过后壁咧有教练团，有无？有总教练，有投手的教练，有守备的教练，有打击的教练，搁伫牛棚内底的教练，有无？牛棚什么人咧？王建民呢？伊拢无出声呢，除了教练团，伊来调度嘛，有无？林月平是投手教练啊，看来袂使你就随安啦，随安，好，来，过来，因是先发的投手的选手，过来嘛救援呢，我随时要换人，来听教练的话啦。好，除了这选手教练以外，你知影无？后壁有偌济这后勤部队啊！毋是讲啦啦队啊咯，你敢看到啦啦队啊？这应援团啦，迄嘛真重要啦。有医生，有医生无？哎呀，万一若受伤啊、腹肚痛啦，对无？医生都爱管因的健康呢，有防护员，那万一受伤，就赶紧上场去甲伊看一下。过来，嘛要注意因的营养，有营养师。过来有当投无好、拍无好，会郁住无？心理咨商师这个部队啊，这个后勤部队其实更加重要的。咱的政府体育部有补助因7300几万去做啥物？情搜部队。爱去收集各队因的情形啦，这个选手、这个打击手，因有什么款的特色？所以你看迄个捕手无林家正，伊手拢定来显的有无？过来这边打击伊是拢开拍什么球有无？爱都爱做暗号有无？教练，暗号你知影啦叫投手爱投什么款的球？真重要啊！所以这情资部队、情搜部队，因是真辛苦，爱去收集这资料。所以你知影无？这就是团队合作、团队服侍、Team 台湾。我感觉这来应用伫咱的教会，我比如讲 Team 泸州，泸州团队。咱教会嘛是一个团队，敢毋是？古一个就好，咱拄来圣歌队，有人伫遐比的有无？伊咧比啥？比互大家唱。你毋好看因安尼唱好听无？今仔日唱什么歌？请听天使什么欢喜的声。伫咱圣诗内底有
哇，伊个四步个搬走，对不对？迄是经过偌济时间锻炼的呢，恁练偌久？起码嘛几啊点钟。啊，虽然我另外大对，你讲这句对。头前爱唱歌啦，过来，咱来合唱，袂使有家己的突出的声音，除非讲你独唱，对不？啊，那合唱就安那，还融合在一起。嘿，只会叫你哎，较细声咧，咱就较细声咧。啊，来这边较大声咧，哇，各声部拢爱安那，通力合作，这就是 team。咱的教会有牧师，虽然这牧师离开啊，哦，啊，咱有中级，有长老执事，有各团体会长，有这同工，课界一个有法度无？无法度。咱今仔日当有这礼拜，咱嘛需要真济后援部队。你看，伫顶悬4楼，咱的音控这几个同工，因拢真做咱的真好的后援部队。还是啊，无开对，好，多谢，还是好来，好，因为咱今仔日陈国成牧师甲林义元牧师下晡要就任台中道行教会，好无？咱有代表，哦，要有等下11点10分要坐车专工去甲因祝贺，吼。啊，嘛，咱拢会当顺利，啊嘛，甲伊欢喜的人，煞较欢喜。所以咱的教会嘛，需要来积极找适当的牧师、继任的牧师，对无？嘿，咱已经有成立聘牧小组，是不是？嘿，我感觉讲吼，要找一个适当牧师，无遐简单啦。哦，需要有耐心。需要最上重要的祈祷，主啊，这是毋是合你心意的牧者？哦，我后摆看到一篇文章，讲我一间教会嘛要聘牧，伊嘛成立这个聘牧小组，了后吼，有找到几个人选，拢总有10个，拄好拢甲圣经共款的人物啊，头一个是阿东，因就看到阿东讲，阿东就上帝创造伊吼，来管理这个世界，对不？所以真好管理，不过咯，耳康轻妻管严，哇，好啊，就因为讲来食这个神恶果啊。是不是？有听无？有啦，听某喙大富贵啊！开始本来讲袂使啦，因某来讲不要紧啦，听我的就对啊啦。哦，迄个耳康轻啦，对不对？哦，好来，这是阿东啦，吼。有伊的特专长嘛，有伊的什么乱俗啦，吼，咱大家人拢共款。第二个阿伯拉罕，哦，这嘛真出名，对不对？对上帝真有信心嘛，所以人家称作信心之父嘛，信心的老爸。总是你知影无？伊嘛无好记录呢。甲因某人看恁某，讲迄讲恁某，伊讲无迄阮小妹，袂向台，惊死着，为着保命保命，骗讲因某是因小妹安尼啦，有无？过来咧。上帝爱献伊的囝，有无？以撒，哇！伊就甲带去到山顶，准备安那，摇刀要甲抬落去，有无？哦，后来再讲毋通刀下留人，要发毅力，准备另外勇哥安尼，好来，第三个摩西，嘛真出名对无？摩西真高领导对无？但是含慢讲话，上帝。选调该好调的时，莫啦，我喙齿真钝啦，
上帝你找别人啦，是不是呢？啊来，上帝讲不要紧，我会派阿伦做你的助手。哦，不过吼，摩西虽然真高领导，但是脾气无好，性格较歹。哦，那咧生气啦，看到这百姓伫遐咧乱哦，牙关啊，讲石头，哎，啊，所以性格无好。来，第四个大笔，哇，这大笔真温顺啦，哦，有音乐温顺，真会弹琴，有无？哦，爱作诗，啊嘛有作战的能力啊，但是哈，伊去偷别人的某，婚外情，啊个安那，个借刀杀人，有无？叫因翁去安那去战场，向台死安尼，啊再安那，光明正大甲伊带入来安尼，所以。虽然有能力，毋过呐，毋过嘛有伊个缺点嘛，吼。过来第五个，所罗门特别的囝，哇，这个人嘛真优秀，思想敏捷，讲道嘛一流啦，哇，箴言啦、传道书啦，拢伊写的，哦，袂较输因老爸啦，吼。但是吼，若骗到所罗门吼，惊无书馆无法度缀1000个某啦，吼。嘿，某伤济啦吼，缀袂落啦吼。咱罗州博士馆讲咱缀遐济，哦，所以就无考虑伊安尼吼。过来第六个以利亚，哇，以利亚真够祈祷，对无？祈祷勇士，哇，伊常常甲上帝伫遐来安尼恳求吼，啊，祈祷就真长，为着百姓流目屎吼，啊，总是安尼个性安那，较刚烈，较硬啦。啊，抗压性较低，拄着压力来时就安那，哦，就走去眯起来，哦，安尼啦，这就是以利亚。过来第七个，惊世的约翰，毋是耶稣学生约翰吼，这个约翰啊啦，真够带人来洗礼，有无？但是安那，伊穿的绿道门的衫，啊，伫旷野食草莓。有无？啊，拢袂带出来，敢若解药咧吼。吼，啊，这伊爱伫外口安尼吼。过来，第八个保罗有够无？哦，真够传福音，热心传福音，但是讲到伤久、伤长，哦，啊，佫歹听这长老的建议，安尼，长老也讲啥，伊都有伊的想法固执啦吼。好来，耶稣嘛，我来应征呢。嘿，耶稣够搞，伊惊新者，嘛真好讲道哇，教死人。哦，你知伊的洗礼一摆会当到几千个，5000个咧记录呢。但是吼，无娶某啦，哦，单身啦，啊无牧师娘，教会有人买考虑这呢。骗一个牧师啊，佮加一个牧师娘啊，够唔是？哦，买一送一啊！啊，过来，佮叫人大背12个。哦，慢，无考虑。哇，最后剩犹大嘛咧应征，哇，犹大吼真够理财啦，哦，啊心嘛真幼，啊真啊想空想芳。安尼啊，真够应付各种的人。好，最后这个聘牧小组决定倒一个，你敢知？哦，咱家己想啦吼，听讲是犹大啦吼。话这一个笑话故事尔啦吼，互咱做参考。我要讲是讲牧师实传实美。咱拢问我亲像这10个人无共款，拢有足好的优点哇！牧师搞讲道，搞探访，搁搞祈祷，哇！啊，搁来咧，无计较，是不是？啊，上好是7-11，
全天候的，对不？哦，牧师，我若要找你，都要随时有得咧，啊，接我的电话，哦，啊，半暝来叫你，都爱去。咱差不多是5万有一个神，后礼拜我嘛会讲到牧师的一生啦吼，我会搁较详细讲吼。所以美国神学家，嘛是一个教育学家，伊嘛是哲学家，叫做 Emerson。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美国，咱知即要是世界。讲的是算第一大国嘛，对不对？中国嘛是要甲伊拼，俄罗斯嘛是啊。不过这个 Emerson 伊讲，美国会当遮尔富强康乐，会当自由民主，是可能的原则。一个叫做制衡 balance， 哦，你有执政党嘛，一定要有什么在野党，哦，安尼当甲你 balance， 甲你制衡。第二个精神就是 team 团队的精神，讲这两个成做因的立国的根基啦。好来，这个根基就是对咱主要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所记载，耶稣找学生出去有无？是两个，一对一对，这叫做制衡啦，有无？两个是。总是比一个安那较好啊，一个较孤单啊。譬如讲今仔日，哦，先生甲太太出去，啊，先生要食什么？太太讲买啦，这伤贵啦，会袂？会小甲伊动者，有诶要较冲，有诶就小甲伊动者，会想较济，靠一意见迄个制衡，嘛是一个。团队的根据，所以制衡不是控制哦，是相辅相成，会当纠正你的偏差，会当平衡达到中庸之道啦。袂偏左，嘛偏右，会当行伫正道的顶面啦。咱拄啊读圣经，当时耶稣找70个人，是一对一对，毋是一个一个。咱华人的教会，有当时拢较欠缺这种的人物，咱拢是一个人啦，单枪匹马，乱走乱撞，结果安那一事无成啦。所以咱知影有真侪有文书杰出的人，伊的工作能力嘛袂歹，但是伊拢就我来做就好啊，无要栽培同工。也想辅助同工来接棒，有无？我本来咧烦恼讲，伊原牧师因教文书足好，对不对？我原来离开咱圣歌队也是讲，这音乐要安怎？会袂恁会烦恼无？不过后来我感觉，有找接棒的人，有训练，安尼就是一个传承啦，这就是。互咱会当安那做有团队的服侍，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无要做好这款的接棒啊，是讲训练栽培，上帝道就无法度传开，上帝的家教会就无法度兴旺，甚至兄弟姊妹灵性会去领动起来，真正温数就抬起来，埋没。对上帝来讲，这拢是真大的亏损啦。后来。咱来对圣经内面有真侪记载有关团队服侍的这个内容譬如讲，伫创世纪第1章26节，上帝讲，咱就照咱的样式，照咱的形象来创造人啦。所以兄弟姊妹，恁毋捌看去上帝对无？看照镜看你家己。毋是讲你就是上帝啦，就是讲上帝就亲像咱照伊的款式，所以代表上帝有鼻无？有喙无？有耳孔无？有目睭无？一定有，迄就叫款式。
教育的方式来创造人，互咱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上帝讲阮，叫咱是讲阮，这是复数，对无？就表示因就是一个团队啦，团队的精神。咱定讲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圣子、圣神，迄毋是三个神哦，是三位一体。迄是一个团队，伊会当无共款的形象来表现出来。像耶稣就道成肉体嘛，互咱会当看到讲，看见囝就亲像看见爸一样。这是上过来，咱阁看摩西，摩西呼召，出来记来，摩西当时呼召。上帝呼召摩西要去回去埃及救伊的百姓时，有无？我拄仔讲着，摩西知影讲我的才能有限啦，我含慢讲话，所以甲上帝提示，地到安那上帝受气呢？讲我叫你去，你就去。我会差派阿伦来帮助你，来补你的不足，补你的欠缺。这是第4章第6节，伊讲，伊要替你对百姓讲，伊就是指阿伦啊。你要用伊做嘴，伊要用你当作是上帝。好，所以咱知影这是一个真好的团队啦。后来，咱阁看伫新约，保罗甲巴拿巴嘛做一个真好的团队。另外，咱就看摩西年老的时，哇，甲亚玛力人咧交战，伊爬到伫山顶。阿伦甲何尼啊啦，伫个边仔做伊的助手。当摩西手举悬的时，约书亚带以色列军队就太赢亚玛力人，有无？也久会算无？哇，手算落来安那，以色列人就战败啊！结果咧，阿伦甲何尼就安那，手甲伊吐掉咧，甲呼掉咧，哇！一直到以色列军队安那，较赢过亚玛力人。所以咱看见有这个交战，虽然讲是交伫摩西手中，伊伫顶悬咧指挥啊，有耶和华的管啊，有约书亚的刀，但是需要阿伦和你的辅助，再当互摩西的手举悬悬，直到日落，若无因就无法度较赢过亚玛力人。这就是足典型的团队的服侍啦。所以约翰福音第8章17节嘛咧讲，这是讲对一对有足侪好处啦。讲两人的见证是安那，是真的。这个讲，迄个嘛讲，互相应验，两个人互相印证。然后伫申命记32章第30节嘛有讲起。讲一个人会当安那，一日赶1000人，两个人咧，会当赶10000人。迄效果几倍？10倍呢。所以可见两人的功效是加强10倍。过来，当你快乐的时，你来去做兄弟姊妹分享，迄个结果你会快乐，你的朋友咧安那？快乐对你快乐啊，是不是？迄就增加1倍。你有担当压力的时阵，去找兄弟姊妹讲咧，分担一下，有无？互伊替你祈祷，你的痛苦就安那减轻一半啦。这就是两个的好处。各位兄弟姊妹，教会就是要讲做一个团队服侍。也是团队牧养的时代，有的教会较大些，较侪人牧师有所谓牧师团啊，有主任牧师，有无共款的教育牧师、音乐牧师、关怀牧师，有无？是双年教会安尼，因批差不多10个牧师安尼吼。咱新村教会嘛共款，咱过去无2个牧师夫啦吼，嘛讲以后，但是团队服侍毋是干那靠牧师尔啦。嘛是
中集中间咧有团队服侍，牧师将来咱若聘到牧师，甲中集中间的团队，也是牧师甲信徒甲中集中间的全面团队的服侍。咱知影伫保罗有建立一个教会，有以弗所，有哥林多，好无？啊个啦，加勒泰，个什么教会？哥罗西，个一间腓立比，哦。牧师捌去过迄个保罗行踪吼，就是土耳其啊甲希腊呀，啊即摆遐拢变做废墟啊啦，知道？哦，拢已经拢趴远去啊！啊，结果伫保罗所建立中间，互保罗感觉上亲切、上快乐、喜乐、上感激、上欣赏的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啦。通常伊拢写配合这个教会，拢是咧甲因指责较济啦，也是讲纠正啦。毋过只有腓立比的教会，伊讲我逐摆若想起恁的事，我就感谢上帝，因为安那。恁拢会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心志啊！所以一间教会若是讲对开始创设到今仔日，就像咱罗州教会，今年已经几年啊？为马街牧师开始，咱顶年才150嘛，今年咱151啦。若会当对头开始，拢会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心志，我安尼是足可贵的。所以，咱若要爱发挥团队服侍的精神，咱爱有下面2项的学习。第一项就是长期的同心啦。咱知影各种的团体，伫开始设立的时啦，无论是教会也好，还是讲迄个社团也好。一开始拢一种的开拓的精神啦，对无？开拓就是讲对无到有，开始大家拢做同心合作，革命情感对。但是经过几年了后，可能10年过啊，20年过啊，30年过啊，佫会当维持迄个起初的同心啊，是无法容易啊。咱知影伫阿摩司第3章第30讲，2人若无同心。行袂当安那同行，莫讲同工就好，翁仔某困共顶眠床，讲一定同心，同床异梦，有无？当袂同心，你爱拢安尼讲，你若无同心，要咱同行。这个同心伫咱的台语有翻译做有这个相通。咱讲互相通嘛，我会当了解你同享、同享，还有迄个参与，嘛有迄个 partner 合伙，为人做生意会当合作。毋过咱台语翻译搁较传神啦就讲三甲有分啦。这样代志咱拢三甲有分，我做的，你嘛有，因为会当做伙来做，所以。咱知影腓立比教会写的信徒，因的同心是实际的参与，毋是少数人的热心，嘛毋是一寡人伫遐咧表现，是全体总动员、整体合作。因长期甲保罗诚济于传福音的谈判，做伙劳苦嘛，做伙分享快乐啦。但是人的心无共啦，咱的心亲像咱的面啦，你看。恁大家人的面讲共款，有啦，有诶，翁仔某讲翁仔某面啦，夫妻脸啦，对不对？有无？未结婚的找看有迄甲你共面的无？其实迄是讲心若共就面会愈来愈像啦。但是佮甲你讲相生就好，双胞胎，到必定拢做共面，嘛分得出来呢？有当时啊嘛小可无共毋过是真类似啦。所以人的心无共，像咱的面无共款，免来当同心。同心是你同我的心，还是我同你的心？毋是拢毋是，是咱大家将咱家己的心拢
送到这十字架，甲耶稣基督作为定死，然后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啦。耶稣讲什么？我的心柔和谦顺啊，好无？我的心柔和，就是温柔谦卑啦。恁就背我的担，学我的款式，安尼恁就要得到安息。后来，什么叫做温柔谦卑？温柔谦卑就是讲，我会当容忍你的错误，我会当看无我家己，我嘛无坚持我家己的意见，我嘛无研究要求别人。安了解就是温柔谦卑。我讲一摆，容忍别人。容忍啊，不要紧，前人拍鼓有时错对无？啊，讲唔对话，也是做唔对是啥物人无？拢会啊，对无？所以有当时咱冇要求别人伤严，家己安那放袂记哩，看无家己，无坚持家己的意见，无要求别人。第二样就是互相欣赏啦，要诚做同工，要团队合使。这个真要紧哦，箴言27章17節講，27章17節是講，敢若拍唔到去，歹勢啊！這我做了唔對嘅吼。伊原來是講鐵磨鐵，互伊來，朋友三激勵嘛是安尼，安尼就是講。互相欣赏，互相激勵，咱毋是摩擦，是爱互相勉勵。我看你的优点，甲你学，甲你欣赏，甲你接纳，嘛会当容忍对方的缺点。咱讲做学问是安尼，做人更较是安尼啦。当然你爱讲真实话啦，你莫看伊明明就大哭，你怎么这苗条？安尼讲真实话，有影才讲啦。嘛不要吝于赞美别人啦，你听无？有当看到别人好心内安那不是滋味，敢不是呢？以前咱若看人学生时代人出来颁奖有无？授奖在奏乐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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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恁就下骹就唱讲，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哇！我你们来唱哦，酸葡萄，对，莫安尼爱讲欣赏，甲伊学乐。第三，互相扶持啦。咱拄仔读圣经，看到师父讲嘛，两个人总比一人安那。较好啊，因三甲调磨得到好的效果。若是跋倒，这个人会当扶伊的同伴起来。其实后壁佫有啦就是你以后读到啊，迄甚至讲就讲啦，夫妻嘛共款啦。为什么咱若结婚拢爱伫寒天娶某较济？过年前有。两个困较少啊，对无？担心无好啦，系啦。有心内话嘛，毋知找啥物人讲，有无？两人总比一人较好。所以这个应用伫婚姻的关系，就是丈夫着听伊的某，做夫妻人的着应该安那，诚做丈夫好的助手。所以美满的婚姻。需要双方的努力啦，做伙工作，做伙祈祷，互相扶持，彼此顺服。毋是讲有的翁拢摕圣经有所说讲，你看，写讲夫妻人都爱顺服丈夫，丈夫是夫妻人的头，所以我做头，断章取义啊，毋是安尼啦，是爱做伙啦。你得听伊啦，做伙努力，彼此顺服啊。无人叫你创啥，你就乖乖听话，知无？叫你去拼本数，你就去，无拢坐伫遐咧看报纸，叫你斗做代志，
爱做无？爱哦，有听哦？好，安尼家庭才美满幸福吼。好来，腓立比书第2章第20嘛咧讲，恁着安那，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爱当心志、当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凡事无伫激动，也是为着空空的阳光来做。独独大家着用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安那，家己较强，哦，较高。好，这就是安那长期的当心啦，吼。好来，最后咱要讲实际的参与。团队服侍绝对毋是一个口号，要有实际的行动啦，吼。第一项，咱会当参与的行动就是为牧师。为着咱的同工来祈祷，你知道？牧师需要人祈祷无？爱无？啊，恁捌为着牧师祈祷无？有吼？真诶在讲呢。咱通常拢是讲啊，牧师你来替我祈祷，有无？牧师你祈祷较有效啦。我常常嘛听到即句话讲，你嘛会当为人祈祷，你嘛会当为着牧师祈祷，所以。咱看腓立比的信徒，因常常用祈祷甲保罗同工啊。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牧师叫做施布真，咱捌听过哦？哦，伊真够讲道，人叫伊讲道的王子。啊，有真侪人去参观伊的教会，伊拢会带因去教会地下室。伊讲，这就是我的教会发电厂。结果，伫迄个地下室。500个人伫遐咧举行祈祷会，因咧为着教会，为着牧师，为着同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都伫遐咧迫切祈祷啊！伊讲这就是阮的发电厂啦，阮的能力是为遮来，所以毋是一个每一个信徒讲啊，拢会当去做传道哦，去传福音。毋过咱每一个上帝的囝儿，咱拢会当甲上帝、甲咱的天父有。单位的管理、甲福分，敢毋是？无人会当甲咱抢夺，所以祈祷是咱每一个人、每一个祈祷徒拢会当参与的事奉啊。第二方面，就是全面的事奉啦。一个祈祷徒若无事奉、无服侍，就无生命。所以团队服侍就是要达到全体总动员啊。后来伫教会内面，我要讲牧师，将来咱若聘做牧师，毋是干一群人的领袖。伊是要成做一群领袖的领导者。我讲一摆，伊毋是敢成做领袖啊！我牧师来拢互你哦。无呢，咱即马嘛分工对毋对？有分组。咱依原照常，咱是牧师成做所有的领袖的领导者。牧师嘛毋是独裁者，毋是我讲的话就是算话，拢毋是。是爱训练中级、训练同工怎样去服侍教会，激励因。投入做事工，过来评估所得的效果。所以并毋是讲牧师爱为着信徒做甚物事，这个牧师爱甲信徒做伙来做甚物。一个成功的牧师，毋是有偌济人讲听伊爱听伊讲道来做衡量啦，是要有偌济人管理军队伊，亲像伊军队主的骹步共款。做伙来发展事工，做伙来传福音，做伙来去关心人。最后第三个参与就是甲耶稣同工啊，这甲咱一般的无共，咱来靠圣神来行大的代志。咱袂记团队服侍就是甲主同工啦，毋是靠家己的才调顺服领袖，绝对应该总是就是咱甲同工开会时的意见无共无，会无？会哦，咱开会有当时啊，嘛会烧麦会无？我毋知影我咧摇啦，莫讲烧麦啦，意见无共，较大声啦，会无？会反对哦。好，不要紧，有无共款的事，咱应该好好追求上帝旨意，因为上帝才是咱教会的头，敢毋是？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咱是的身躯啊。当团队无耶稣居首位啦，
无尊主最大的时，用人最大的时，真有可能上帝祝福卖离开咱的教会。所以基督徒的失败是在于讲，拢是讲我感觉安怎，我认为安怎，咱拢无问过主，你是不是嘛安尼认为？你的感觉是不是安尼？所以以赛亚形容耶稣讲，伊是奇妙的牧师，有无？牧师就是什么？下担者、辅导者、心理治疗医生。什么代志？咱会甲主参详，互基督参与伫你的思想、你的计划。过来，咱常常犯到一个毛病，就是决而不行。决议了无去做，咱拢有主会互咱来感动，但是只有感，却安那无动啦，无叮当啦。一个真正好，歹势我亲像迄个保罗同款啦讲到伤长。好，上帝一定会甲咱指示我最后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有一个伫中国南朝的时阵，有一个足出名的文人叫做江淹，江淹啦淹水淹，伊文笔真好，写一个文章真感动人。听讲伫早前伊有忘记一个仙人这是神话故事啦。送伊一支五彩生花的笔啦，迄个笔一刺起来了就开始啦，迄个文思泉涌啦作啊写文章啦，我自己笑出来，所以人甲讲，迄支笔叫做妙笔生花啦，就是安尼来。来，伊个忘记讲，这个仙人甲迄个笔摕转去伊就无法度写出好文章。来再有一句讲，江郎才尽，就是讲江淹这个人啦好，这个故事在甲咱表达什么？讲咱若嘛要不断努力充实家己，你敢若满足伫现况，自我满足，无继续努力，安尼有一天你嘛会江郎才尽啦。好，最后我用一段圣经来做结束。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讲，毋是我靠关系，毋是靠能力就是靠我的神，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啦。咱好的团队，咱靠主的圣心，咱三下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阮通过你今仔日所互阮的话语，互阮能清楚表达团队服侍的重要甲做法。虽然阮知影阮能力有限，阮嘛有阮的个性、脾气、思想，总是求主互阮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靠着圣神做工，阮甲主同工，来起造一间下伫主你心意的教会，就是互阮让当心会当一直来兴旺福音。求主帮助，祝福阮罗州教会伫阮未来的道路，拢有主你甲阮同在。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回应诗510首，因群做工，无嫌劳苦，今者请起立，咱吟全首。这是我
第一，才有功效。阮困做工，尽心祈祷，报应智慧拯救罪人。上帝恩典是为传播，对比真人地主人民。困做工，就真本分，当天完成就得舒服。好主过来，通到心动，天日天国享受安乐。请坐。所者是奉献，请属献的当工准备。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或者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根据第9部正面的下骹，咱台语甲国语各读一遍。台语请，两人总比一人较好，因为因三甲着磨，得到好的效果。华语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传道书4章9节。所以我来报告甲介绍新的朋友。咱今仔日有足侪位新的朋友来到遮，那有李明美小姐、张台祥先生、吴辉珍还是吴继珍？同样2张。李梅、赵玫瑰女士、李梅女士，来，咱拄啊念到的，来咱教会，麻烦恁徛起来，互阮甲恁祝福。麻烦请徛起来。然后咱自己做一回，然后咱自己做一
我们没有华语。好，吐嘴啊，请坐，我们欢迎你哈。如果有空的话，每个礼拜邀请你们一起过来，与我们一起敬拜上帝。作者做消息的报告。首先我代表教会感谢单一志牧师为咱讨白讲道，谢谢牧师。本会消息，今仔日下晡3点，本会金牧师、国成牧师甲怡娟牧师伫台中独行教会受职的感恩礼拜，咱中执会有决定，就是东港甲着新歌队甲着首长代表教会前往祝福，所以伫个礼拜后11点10分，伫中华银行头前集合，遇事不候。若要去的兄弟姊妹欢迎自由参加前往，家己开车去吼。来第二有意愿要买即个圣诞歌的来送互亲友的请伫1楼登记今仔日登记截止伫个12月14甲15要领取毋过爱先付钱哦第三，准备节目，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会，各单位这个节目若有使用到影音档，请先交互咱音控小组来测试。第四，12月15下礼拜后12点15分召开聘牧小组的小会召开聘牧小组的会议。相关的人员请准备心来出席。第五，圣诞爱宴伫个12月22中昼11点，邀请全体的会友，一个人一道菜，一户一道菜一户一道菜来分享联谊，以家庭为单位，每一家提供一道菜，甲兄弟姊妹来分享。1楼有即个公布栏会当填写你要炸的菜，即个菜式是叫做啥物名？你会使写在顶悬即个伫个12月20截止12月21拜六暗时下晡5点半，咱应该是讲暗时6点半有圣诞报佳音。伫个5点半时有准备爱餐，6点半咱就开始报佳音，邀请咱会友踊跃来参加。第六，准备资料。12月31前交件，各单位请召开东港会议。规划明年度2025年施工的计划预算，准备2024年施工报告进行资料的收集。12月31前交件，予小会来审查2025年的施工预算甲会员和会手续的编制进行。第七，每礼拜3暗时8点有读经祈祷会，邀请大家踊跃来参与。第八，因应来进步实地查核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作业，邀请会友协助填写、收集、处理及利用个人资料同意书。这是台北中会规定公告的。广告单伫个楼骹，若无写的人会当干事来刻。还有一个条件，伊讲所有参加探访家庭礼拜、野外礼拜、通团契郊游的主日学下季学主日学的即个校外的即个教学，参与教会所有的活动的，拢务必填写。第九，会议报告，咱请家己来过目。团契消息，
当心团契伫今仔日主日礼拜后的例会暂停，因为有真侪会友前往台中参加国成牧师甲医官牧师的联席礼拜。基地相通，咱兄弟大家过目，为这个人，为这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以上。尾变诗396首，打要散会求主赐福，咱今专首，煞后请牧师为咱来祝祷。咱愿徛伫三界来领受上帝赐福，但愿你大家伫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角之地，对即时伫教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默祷闭会。